喺26年嘅2月9號咧，英國政府有個突破性嘅更新啊，就係話如果你係未有呢個 BNO 資格，但係你喺97年嘅7月1號回歸前，你未滿18歲嘅話咧，你有機會咧用父母嘅身份移民英國。我哋今集同大家一齊睇睇。大家好，我係 UK Milson。啱啱英國政府咧就公布咗啦，關於呢個 adult child 成年子女個放寬政策啦。相信大家喺新聞度咧都有睇到啦。咁今集咧就想用一啲例子，令到大家更清晰咁樣去了解到發生咩事，同埋關唔關你自己事。嗱，首先講緊成年受養人咧，其實已經有嘅政策嚟㗎啦，出台好耐㗎啦。咁但係講緊而家嘅政策咧，只係開放俾97年7月1號，即係回歸之後出世，而父母係有 BNO 資格嘅呢啲成年子女啦，申請過去英國。咁但係今次嘅申請有咩唔同，或者點解咁突破性呢？就係話，就算喺97前出世，你當時未滿18歲，你都係可以透過呢個成年子女個類別申請過英國。嗱，雖然個政策咧就未正式寫出嚟啦，咁但係我哋都可以參考翻關於97後出世嘅成年子女去了解下，去比較翻你嘅情況適唔適用。首先咧，講緊如果係97年7月1號之前去到拍攝今日2026年啦，其實最大年紀咧其實可以涵蓋到46歲嘅。換言之，如果你喺97年嘅7月前出世，啱啱0歲啦，去到今年2026年咧，其實你係28至到46歲呢一個組別嘅申請人，你父母有 BNO 資格咧，你都可以透過呢一個類別申請去英國。咁點解呢個政策咁突破性咧？就係話唔單止個仔女，連佢嘅配偶同埋小朋友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去申請過英國嘅。我哋舉個例啦，譬如我哋有個客人係 Peter 啦，咁 Peter 咧佢本身咧就因為佢喺97年之前出世啦，而且咧佢父母冇幫佢申請到 BNO 咧，佢係唔能夠同父母一齊申請去英國嘅。但係政策改變咗之後咧，唔單止 Peter 本人係可以申請啦，連佢嘅配偶同埋佢9歲嘅仔咧都可以一齊申請。咁換而言之咧，呢一度係一家三口咧都可以透過呢個新嘅政策放寬咗之後過去英國。而另外一啲情況咧比較多就係可能係一啲喺英國留學嘅學生，佢畢業咗之後攞畢業生簽證就唔能夠繼續用 BNO 呢個身份去留低，因為佢都係97年之前出世啦。但係呢個新政策底下咧，佢就可以申請翻呢個 BNO 簽證嘅成年子女呢個身份裏邊去翻去英國，並且佢配偶同埋小朋友都可以一齊申請嘅。由此可見咧，點解呢個政策咧會波及到26,000人咁多？如果你對於呢個政策有咩疑問嘅話咧，歡迎你透過以下呢啲方法聯絡我哋，我哋顧問咧十分之樂意解答你嘅問題嘅。今集講到呢度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